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0月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6篇第1节到12节，耶利米书第28章第1节到17节，路加福音第5章12节到1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假。我们已经谈论过真跟假的主题了。基督徒也都知道，这个世界只有一位真神，并且如同彼得所说的，普天之下没有赐下别的拯救。有真，就也有假。我们一般说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这个是一个不变的定律。前不久，有人控告中部某一间著名的宫庙，他们之前所制作的一个金像，号称是纯金的了哈，还有造假。后来检察官调查之后公告，这个神像的确不是纯金，但是因为过了追溯期，所以就不追溯了。无论是否是纯金，按理来说，纯金不可能成为一个立体的雕像，因为太软了，必须是一个合金或是其他里面有不一样的做法。那这个是需要由冶金师傅、雕金的师傅成型的这个偶像呢，绝非真神，这也是确定的。而且我们知道，像这种人手所刻的偶像呢，假神明的宗教组织里面呢，他们要做进一步的造假，就像那个金像一样，这样机会是蛮容易的。不只是台中这个宫庙在金钱上面，在偶像上动手脚而已，其实有很多其他的宗教也都有可能如此做。即便是上帝所呼召的以色列人当中，基督徒或是有名的牧师、有名的教会，也有可能有造假或是徇私的情事发生。在耶利米先知时期，有一位著名的假先知，他的名字叫哈拿尼亚，他出现了。哈拿尼亚竟然在圣殿里面公开的说道，同年就是西底家做王的第4年5月，基遍人亚硕的儿子哈拿尼亚先知在圣殿里跟我说话，他在祭司们和群众面前告诉我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，我已经粉碎了巴比伦王的辖制，在2年内，尼布甲尼撒王掠夺到巴比伦去的圣殿器皿，我要全部运回到这个地方。犹大王的约雅敬的儿子约雅斤和他一起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，我要把他们都带回来。是的，我的确要粉碎巴比伦王的辖制，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这是一篇迎合着以色列人期待的预言，我们说好听话，但是并不是上帝所说的。之前我们分享过，上帝曾经宣布说，并不是我交代他们说的。
上帝的先知耶利米在面对众多的祭司和群众们，他并不害怕，并不担心。耶利米仍然忠心地传递上帝的话语。他说道：“接着，当着祭司们和圣殿里站着的群众面前，我对哈拿尼亚说：但愿如此。愿上主照你的话成全。我希望上主会实现你的预言，把圣殿的宝物和所有的俘虏从巴比伦带回这个地方。但是你要留心听我向你和群众说的话。自古以来，在你我以前的先知们已经预言有战争、饥荒和瘟疫临到许多民族和强国。但是预言和平的先知要等到预言实现，人家才承认他确实是上主差派的先知。在这样的对话几次的一来一回之后，耶利米仍然宣讲上帝的预言，说道：这是以后上帝吩咐我告诉哈拿尼亚。上帝说，虽然你能够折断木头的轭，但是他要另做一个铁的轭来代替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说过，他要把铁做的轭加给各国，他们要臣服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。上主说，他甚至要把野兽也交给尼布甲尼撒王支配。我又向哈拿尼亚说，哈拿尼亚，你听，上主并没有差派你，你却叫这些人相信你撒的谎。所以上主说，他要消灭你，你要在今年内丧命，因为你鼓励人背叛上帝。后来不多久，哈拿尼亚就在当年的7月死了。这种假先知的假预言、假应许，当然是不会实现的。这种假的讯息也没有办法让以色列人得到安慰，这种假的应许也没有办法将被掳的状况改变成为解放。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，这是真实的救恩，是真实存在的上帝之应许。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3年当中，他这个医治呢，是他重要的工作，我们称为神迹。在当时以医疗行为无法成就的，耶稣基督行了神迹，使人得到医治。路加福音第5章第12节到第16节记载了耶稣基督医治了一位全身长了麻风的病人。他看见耶稣就俯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他说：主啊，只要你肯，你能够使我洁净。我们注意听他所说的话，他说只要你肯。这个就如同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，他说：顺你的意，不是顺我的意。耶稣基督回应他说：我肯，你洁净吧。耶稣基督又告诉他说，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人，直接去见祭司，让他替你检查，
然后按照摩西的规定献上祭物，向大家证实你已经洁净了。这样的医治是真实的神迹，是上帝赐给世人的。只要人们愿意祈求、顺服，并且愿意接受救恩，这样的人就必要得救，因为那是上帝真实的应许。诗篇66篇第1节到12节，万民要欢呼颂赞上主，要歌颂他的荣耀，要向他献赞美之词，要向上帝说，你的作为多么奇妙，因你浩大的能力，仇敌要向你投降，地上万民都敬拜你，他们颂赞你，歌颂你的尊名。来吧，来看上帝所做的大事，来看他在人间的奇妙作为。他把海变成陆地，使我们的祖先步行过去，我们在那里因他的作为欢乐。他以大能永远掌权，他的眼睛鉴察万国，叛逆之徒啊，不可自高自大。万民啊，要颂赞我们的上帝，愿颂赞他的声音传遍四方。他保守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不至于跌倒。上帝啊，你磨练我们，你考验我们，像银子经历火的熬炼。你使我们掉进罗网，把重担放在我们背上。你让仇敌践踏我们，你使我们经历洪水与烈火。现在把我们安置在这稳妥的地方。谢谢主，真实的上帝，你赐下医治拯救我们。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忠心的仆人，传讲你真理的话语，领人归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